弟兄姊妹平安，願意咧，我哋開始之前咧，我哋都有祈禱。親愛，我哋再一次感謝你，感謝你俾我哋一同翻嚟教會當中，一同去敬拜，一同去聽上帝你自己説話。一息間呢，孩子要去分享你嘅信息嘅時候，願真理嘅聖靈與我哋眾人同在，對我哋無論講嘅、聽嘅，讓我哋聽得見上帝你對我哋嘅聲音，以至咧我哋跟從上帝你嘅旨意而行。我哋恭敬嘅將以下時間交上，奉主耶穌基督名字祈求，阿門。11月份咧喺錦宣家嗰邊咧，其實就係一個差傳月。咁如果講起差傳，想問下大家對於差傳有啲咩認識啊？諗起差傳諗起啲咩？宣教啊，係嘛？傳福音啦，宣教士啦，短宣啦，冇錯。喺差，睇下先。撳到啦，係啦，差傳同宣教咧，英文咧叫做 mission。佢咧係喺原來呢兩個字咧係喺拉丁文咧 missio 嗰度出嚟喎，希臘文咧就係 apostolia 咁樣翻譯過嚟。翻譯過嚟其實係咩意思咧？嘅意思咧就係奉差遣嘅人一啲即係使者門徒啦嘅工作，即係奉差遣嘅人一啲工作，而咧當中咧好強調咧呢一個係一個使命嚟嘅喎。而我哋今日作為基督徒，如果講起使命，大家諗起啲咩咧？我相信大家都會記得喺主耶穌臨升天嘅時候，佢頒布俾門徒嗰個嘅大使命，就係喺咧馬太福音應該對別係啦，馬太福音咧28章18至20節嗰度，當中咧咁樣提到，耶穌進前來對他們說：天上地下所有的權柄都賜給我了，所以你們要去，使萬民作我的門徒。奉父子聖靈的名給他們施洗，凡我所吩咐你們的，都教導他們遵守。看啊，我天天與你們同在，直到世代的終結。呢個大使命係主耶穌昔日交俾門徒，即係今日你同埋我哋一齊嘅去執行同埋去完成嘅。而耶穌個吩咐其實好清楚，佢就係話要去啊，你們要去，使萬民作主嘅門徒。萬民嘅意思即係咧當中所有未信主嘅人，而我哋就係咁樣被差派去帶領佢哋咧呢一班人歸向主耶穌。如果換句話說，差傳其實咧係主耶穌託付俾我哋每一個信徒，亦都託付俾教會嘅責任，係一個使命，係要將福音傳俾萬國萬民。咁可能大家會問啦，但係頭先我哋讀嘅經文係喺創世記喎。咁剛才創世嘅經文同差傳有咩關係呢？今日咧我嘅講題叫做延福萬族嘅使命。延福呢個字咧喺近代咧好多人咧取代咗宣教。咁點解咧？原因咧就係喺一啲嘅創啟地方啦，喺一啲嘅創啟地方裏邊咧就係去用嘅。創啟地方代表啲咩咧？創啟地方咧，即係因着政治啦、宗教嘅原因咧，嗰啲地方咧係唔受基督教，即係唔歡迎基督教嘅國家，亦都係當中呢啲宣教士或者基督徒咧傳福音咧，其實都比較困難。所以咧呢啲創啟地方咧，當陣時如果用宣教咧，其實就好敏感㗎。咁所以咧有人咧就用延福嚟代替，而宣教士咧有啲名字咧就會叫做延福士喎。咁其實呢個字都幾啱嘅喎，因為如果我哋睇聖經嘅角度咧，賜福呢樣個概念咧，其實咧係神對人基本嘅一個心意，亦都係一個旨意。喺聖經當中咧係都出現好多上帝嘅賜福，而延福萬族其實嘅意思就係將神俾人嘅祝福，我哋咧伸延去到萬族去。剛才我哋讀嘅經文亞伯拉罕，我哋咧可以稱佢為咧第一個嘅宣教士或者第一個延福使者，因為咧原來早喺創世記嘅時間咧，神已經將延福萬族嘅使命咧交咗俾亞伯拉罕。如果咧我哋咧睇翻創世記啊，喺創世記裏邊咧喺神嘅創造，神3次嘅出現咗咧神賜福呢個字啊。喺創世記嘅1章22節當中提到咧，神創造咗一切萬物就賜福俾一切。喺1章28節，當上帝創造人嘅時候咧，神賜福俾佢哋，讓佢哋咧生養眾多，遍滿全地。再落去喺第2章8節咧，神賜福俾第7日，分別去為聖日。喺當中我哋見到咧，原來福
嘅源頭咧係喺神嗰度喎，而賜福其實咧係神對受造之物咧一個嘅美意。不過如果我哋一路打開創世記一路讀去嘅時候，好可惜喺創世記第3章啫。嗱，第一、第2章係講緊神嘅創造，喺第3章嘅時間就係因着我哋嘅始祖亞當夏娃嘅墮落，人從福嘅當中去跌入罪嘅裏邊，而因着罪嘅蔓延同埋影響呢，喺創世記第6章嗰裏邊咧，去記載到耶和華見到人喺地上罪大惡極，終日心裏所想嘅盡都是惡事，耶和華就因造人喺地上感到遺憾，心中憂傷。如果我哋讀落去，我哋知道神之後就係以洪水去審判當陣時嘅世界，滅絕咗當時嘅人同埋生物，除咗挪亞一家同埋咧帶入方舟嘅動物之外。喺洪水過之後，去到創世記第9章1節嗰度咧，神賜福俾挪亞同埋佢嘅兒子啊，對佢哋講：你哋要生養眾多，遍滿全地。我哋喺度見到咧，神再一次嘅同挪亞去立約，再一次重申人嗰個管理嘅使命，就係要生養眾多。神嘅旨意咧係要人分散遍滿全地。但係如果度讀聖經，我哋讀落去之後發生啲咩啊？好可惜，挪亞嘅後裔咧，我哋知道去到示拿呢笪地方嘅時候咧，人再次嘅去反叛，去得罪神，佢唔信服神。喺創世記第11章裏邊記載，佢哋集合佢要做一個巴別塔啊，要塔頂通天，免得分散喺呢笪地方。根本咧呢個咧係同神嘅心意咧背道而馳嘅喎。上帝要你哋分散啊嘛，當陣時嗰啲人咧就要去咁樣聚集。於是我哋知道咧，神咧就變亂咗佢哋嘅口音，讓到咧佢哋咧分散喺全地嘅當中。如果我哋咧就咁睇創世記3章至11章，剛才我讀過啦。其實我哋見到人類嘅光景不斷嘅去重複犯罪，墮入黑暗嘅裏邊，失去咗原先上帝俾人嘅祝福，亦都失去咗神嘅同在。但係我哋見到神嘅慈愛嘅父神，佢冇因為人呢個嘅悖逆而離開神。而今日我哋讀到創世記嘅第12章1節嗰度，我哋可以話係神整個救贖歷史裏邊嘅開始嚟嘅。因為我哋見到神再一次嘅去介入人嘅當中。一開始創世記12章1節嗰度咁樣講，神呼召亞伯蘭，即係亞伯拉罕啦。佢提到佢話耶和華對亞伯蘭說：你要離開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去。我哋知道咧，當陣時咧，亞伯蘭咧其實原本咧就住喺迦勒底嘅吾珥嘅，即係如果喺你依邊睇，即係你嘅左手邊啦，係嗰個下邊嗰度嘅。咁吾珥係一笪咩地方嚟咧？其實吾珥咧當陣時咧係一個好文明、好繁盛嘅一個城市嚟嘅，有穩定嘅經濟啦，工商業發達啦，文化水平都好高嘅。如果即係用翻我哋而家去比較咧，其實有啲似而家嘅 New York 或者係 London，即係一個發達嘅先進嘅城市。不過咧，當陣時咧，神咧就呼召亞伯拉罕要離開呢一切熟悉嘅環境，就係佢嘅本地本族父家，去邊咧？其實如果你睇翻之前，佢係冇講清楚嘅喎，佢就話去我所指示你嘅地方去啦。當陣時冇講清楚，不過後尾我哋知道嘅係呼召亞伯拉罕去到迦南地，就喺另一個圈圈，即係近海嗰度，由吾珥去到迦南地。而神俾亞伯拉罕嘅祝福係咩咧？佢就話：我必使你成為大國，我必賜福給你，使你嘅名為大。你要使別人得福，為你祝福的，我必賜福給他；咒詛你的，我必咒詛他。地上嘅萬族必都因你得福。我哋見到咧，上帝俾亞伯拉罕呢個咧係一個賜福嘅應許嚟嘅，但係呢個應許唔單止淨係俾亞伯拉罕，而且亦都要藉住佢，讓到其他人得福，甚至萬族都要因亞伯拉罕去得福。不過條件係咩啊？條件就係佢要離開佢嘅本地本族父家，去神要帶領佢去嘅地方。弟兄姊妹，如果我哋而家代入啊，我哋代入下亞伯拉罕當陣時嘅處境，俾你會唔會願意離開你自己熟悉嘅環境啊？可能都唔容易嘅，係咪啊？都有好多嘢考慮，因為當你要離開一個安舒區，去進入一個未知、有一個好陌生嘅地方，其實呢個真係一個信心嘅考驗。
記得之前我讀神學嘅時候咧，就有機會認識到一對夫婦。原先呢個先生咧就喺保險公司裏邊工作，太太咧就係一個小學嘅英文老師。咁聽落佢哋嘅生活都唔錯啦，係咪？但係咧神咧就感動佢哋夫婦二人，佢哋咧好想將人生嘅下半場奉獻俾上帝。之後咧神咧就帶領佢哋接觸有關咧聖經翻譯嘅差會，認識咧差會裏邊咧嘅宣教工場。因着神嘅帶領啦，佢哋咧就去咗東非嘅南蘇丹去侍奉，成為咗一隊嘅宣教士，而喺當中咧做聖經翻譯嘅工作。大家對於東非南蘇丹熟唔熟悉啊？唔熟悉，好少係咪？好少聽。如果大家咧知道東非南蘇丹咧呢個地方咧，其實咧成日都有內戰嘅，而且咧基本嘅設施都好多時都因為內戰嘅原因受破壞啦。如果喺非洲大陸嚟講咧，係最唔發達嘅國家其中之一。雖然咧佢哋嘅廣義基督徒，即係咧嘅人口咧話有60%啦。廣義基督徒嘅意思即係唔係淨係基督徒啊，即係天主教徒啊、東正教徒啊等等咧，佢就話有60%。但係成個國家距離咧係真正嘅基督教化咧，其實爭好遠，而且咧佢哋嘅信仰好混雜㗎。咁成個國家咧，佢哋咧有大約70種啦唔同語言嘅族群喺當中喎，而半數咧都係冇佢自己母語嘅聖經。今日好開心啦！我哋中文聖經翻譯，我哋都有好多種譯本啦。但係原來喺嗰度咧，有啲嘅地方，佢哋咧嘅族群咧係佢哋冇自己母語嘅聖經，就算有咧，都係66卷書裏邊咧，可能得幾卷書㗎咋。而呢對宣教士嘅夫婦，佢哋咧就去到呢笪地方，為一啲咧少數族群去翻譯佢啲嘅母語聖經。記得咧嗰陣時同佢傾偈，聽佢哋分享啦。佢哋話咧喺南蘇丹嘅時候咧，因為政治唔穩定啊嘛。間中咧都有啲種族衝突嘅。佢話試過曾經喺夜晚咧聽到槍聲嘭咁樣喎，即係原來出邊有槍戰。不過好感恩嘅，佢住嘅差會嘅宿舍就冇被襲擊，而且都試過出街嘅時候咧，被啲人好唔友善嘅對待，又試過俾人搶嘢啦。半夜屋企咧試過有人偷嗰啲嘢啦。咁點解係咁咧？因為當地人咧覺得咧，即係話你啲外國人一定係有錢㗎啦，咁所以咧就去偷佢哋嘢啊，搶佢哋嘢。而且因為頭先都提過，間唔中都會有啲內戰㗎嘛。佢話咧曾經經歷過一次咧，就係好緊急嘅，要撤離去隔離嘅國家肯亞喎，因為太混亂啦，要即刻走。而且即係大家都知道啦，喺東非即係非洲，天氣好熱㗎嘛，間唔中都會刮到啲沙塵啊，即係風沙都刮起，而佢哋住嘅宿舍都比較簡陋，所以咧佢都分享喺生活裏邊咧都有好多好多唔同嘅適應。咁我問啦，咁點解你哋要願意離開呢個舒適嘅地方，去到南蘇丹去服侍咧？咁佢就回應啦，因為咧神咧就俾咗一份嘅感動，亦都一份異象，就係佢哋見到好多原來民族嘅族群冇自己母語嘅聖經，而且佢哋好深信一本母語嘅聖經對傳福音同埋建立咧門徒係好重要嘅。而且過去嘅事實亦都見到，當嗰啲嘅族群拎住自己母語嘅聖經嘅時候咧，被上帝嘅話去改變啊，亦都咧真係對神話語有學慕嘅成長嘅時候咧，佢哋見到呢個嘅情景嘅時候好感動。不過我喺度諗，最重要點解佢哋願意踏出去咧？我相信係因為佢哋對神係一顆願意信服嘅心，佢哋願意信服神。弟兄姊妹，如果係你願唔願意啊？接住我哋返到去經文嘅時候，我哋知道亞伯拉罕當陣時上帝呼召佢要離開本地本族父家嘅時候，亞伯拉罕當陣時就係遵照耶和華嘅吩咐，好單純嘅，亦都係好信服嘅，跟住去做。經文記載住佢啦，帶住佢嘅妻子撒萊，佢嘅侄兒羅得，帶埋佢之前喺迦南嘅一啲嘅財物嚟到喺哈蘭嘅財物去到迦南，亦都之後嚟到示劍呢笪地方。喺示劍嘅裏邊咧，上帝再一次嘅向佢應許，佢要將呢笪地方咧賜俾佢哋後裔。之後如果我哋一路讀聖經，我哋知道亞伯拉罕佢哋咧就繼續去到伯特利，亦都咧跟住去往南走。如果一路讀落去嘅時候，我哋見到亞伯拉罕就係咁樣跟住神嘅帶領，而聖經話俾我哋知道，神對亞伯拉罕賜福嘅應許喺之後係真係一一嘅實現。神真係賜俾亞伯拉罕成為大國，
佢真係成為咗多國嘅父，而佢嘅後裔就正如佢所講，好似天上嘅星、海邊嘅沙咁多。因為我哋知道亞伯拉罕嘅後裔唔係淨係單單講緊一啲有血緣嘅以色列人嘅後裔，而係我哋一班基督徒、一班嘅外邦人。喺羅馬書4章16節都提到，我哋因着信嘅緣故，我哋係亞伯拉罕屬靈嘅後裔。而萬國都因他得福呢個應許，我哋亦都見到喺聖經裏邊話俾我哋知，實現咗喺亞伯拉罕嘅後裔啦、大衛嘅子孫、耶穌基督嘅身上。因為我哋知道，當耶穌基督嚟到呢個世界，耶穌喺十字架嘅代贖，讓到今日萬族都因着耶穌，我哋可以得着赦罪嘅恩典。但係我相信當陣時神呼召亞伯拉罕同佢講嘅時候，亞伯拉罕一定唔知道原來上帝所講嘅賜福係原來關乎緊呢個普世救恩嘅計劃。我相信佢一定意想唔到神原來係咁樣賜福俾佢。但係就係因着亞伯拉罕佢願意順服嘅行動，讓佢成為咗別人得福嘅管道，亦都成為咗一個延福嘅使者。呢度讓我喺度諗，其實今日我哋都係因着昔日好多嘅宣教士嘅幫助都係咁，昔日好多宣教士嘅見證都係咁嘅啫。昔日宣教士嘅擺上，今日都成為咗你同我嘅祝福。特別今日我哋而家坐喺香港啦，其實昔日有好多嘅宣教士，佢願意放低佢自己嘅屋企，當陣時千里迢迢嚟到中國去將福音傳俾我哋，以至今日你同我哋可以坐喺度，我哋可以信耶穌，我哋可以返教會。而其中一位呢，就係叫做富能人，佢咧係一位英國人嚟嘅。富能人呢，佢係生長於書香世家，佢媽媽咧係一個大家閨秀，名門閨秀嚟嘅。爸爸咧係一個獸醫，而佢爸爸咧喺呢個英國嘅皇家獸醫學院咧已經做咗院長20年嘅啦。而富能人咧，佢係1906年咧畢業喺英國倫敦皇家學院。呢個年青人咧，佢精通工程數學，係好叻，好有才華。唔單止係咁添，佢亦都藝術方面都好好嘅。佢係一個好出色嘅鋼琴演奏家。不過富能人咧，佢對信仰咧好熱心嘅喎。有一次，佢有機會咧認識到戴德生，大家知道邊位係戴德生？中國內地會嘅宣教士。佢咧聽到戴德生中國內地會嘅工作，當陣時佢聽到咧就好感動啦。佢咧就之後參加咗宣教士嘅訓練，甚至咧去到倫敦嘅中國內地會咧去受訓。喺1909年，佢受訓完畢，佢就咧喺英國去到中國嘅雲南宣教。當陣時咧，佢只係得22歲。呢個咁才華洋溢嘅年青人，佢放棄咗原先佢喺英國大可以去演奏廳好多嘅掌聲，好好嘅前途。不過佢放棄，佢寧願去到雲南嘅山區一啲部落去開荒。喺人嘅眼中唔係好明嘅，甚至有人批評佢：哇！你點樣將自己一生荒廢咗喺呢個嘅工場嘅裏邊呢？但我哋見到正好係相反。神大大嘅使用富能人，佢當時咧對雲南嘅傈僳族啊，嗰個叫傈僳族，佢好有負擔啊。佢經常咧，即係雖然好孤單，自己一個，有時咧又要攀山涉水，有時有病，但係咧佢都冇放棄，因為咧當陣時傈僳族嘅族群咧係拜鬼神嘅。喺嗰度咧，富能人喺初頭喺嗰度咧傳道頭嗰5年咧，都冇乜明顯嘅果效。唔單止咧信耶穌嘅傈僳族人咧。唔係好多啦，有啲信咗之後咧，又翻去拜佢哋自己嘅鬼神啦。有啲人咧信咗主之後，因為佢屋企人遭遇病患，跟住咧又放棄咗個信仰。所以喺富能人佢自己嗰個嘅自傳喺嗰本書裏邊，自己都提到，當陣時咧佢都曾經有一段時間覺得好低落，有灰心失望，甚至乎佢懷疑神對佢嗰個呼召。佢成日咧喺禱告裏邊掙扎。不過好感恩嘅係咩呢？之後神提醒佢要用信心祈禱。於是咧佢就寫信俾佢喺英國嘅母親，叫佢咧為佢祈禱。而家我哋好方便啦 ，send 個 WhatsApp 代禱，大家啲祈禱手扮出晒嚟。但係咧以前咧你要去寫信，隔好耐先至去。咁但係富能人咧就咁寫信俾佢英國嘅媽媽，叫佢你幫一個組織一個祈禱團啦。
揾一啲大家志同道合嘅朋友喺教會喺屋企2-3個人都唔緊要㗎，就為佢祈禱啦。因為富能人佢知道越嚟越明白，如果佢同埋律叔族嘅教會要完成上帝俾佢嘅託付，除咗佢好努力之外咧，亦都要有持續不懈同埋咧好大量嘅祈禱啊。過咗1年之後，富能人咧再去律叔族唔同嘅村落去走訪啦。點知嗰次咧佢去探訪嗰條村嘅時候，嗰條村每一條村啊，幾條村有10家8家甚至幾十家嘅村民願意信主，決心離棄佢哋嘅偶像。佢喺本書裏邊記錄咧，佢就話嗰一次咧，佢走訪咗129家人，當中咧大約有600人相信主，而且富能人同佢嘅同工創立咗律叔族嘅文字喎。因為頭先話有啲族群其實係冇自己嘅言語，所以咧佢為佢哋拼音，即係創咗一啲嘅拼音文字，開始咧將聖經翻譯做律叔文。到咗1968年，你見富能人1938年就已經離開世界。到咗1968年，當地人終於咧完成咗整本律叔族文嘅聖經，甚至咧成立咗聖經學校栽培信徒。睇翻記錄，1990年啦，即係一段時間之前，中國政府咧承認咧律叔族咧係有90% 咧係基督徒嚟嘅。不過我哋翻轉頭諗，我相信當陣時富能人佢冇諗過佢自己昔日呢個嘅擺上喺幾十年後，原來可以讓一個嘅族群有一個嘅大大嘅轉變。弟兄姊妹，當大家睇到聽到呢啲見證嘅時候，我哋見到原來當人願意為神擺上，或許可能你喺其他人睇落好犧牲喎，又或許好似睇唔到結果喎，但係原來神背後嘅祝福係大大超過我哋所諗嘅。最近呢，我睇返香港最近一年2025年喺香港差傳事工聯會公佈嘅全球差傳數據，雖然有啲細，可以講下俾大家聽。報告咧，佢當中指出咧，全球嘅總人口，即係而家最新嘅2025年，全球總人口咧接近82億。由2020年至到2025年呢5年嘅期間，人口增加咗大約3億5千萬，平均咧每年增長咗0.88%。不過咧，當中穆斯林嘅人口，大家知咩係穆斯林啦？即係回教徒嘅人口5年裏邊咧，佢增加咗1億6千萬，係平均每年增長人口嘅1倍啊！換句話，即係咩啊？即係喺過去5年間，每增加2個人，其中一個就係穆斯林。而且喺數據裏面顯示，預計喺2020年至2050年呢30年期間，歐洲穆斯林嘅移民數量將會增加到63%。如果大家去歐洲都會知道，好多嘅穆斯林去移民咗嗰度。而且另外數據亦都顯示，福音未及人口佔全球咧係27%，即係咧意思就係喺全球有一啲地方福音未到嘅係27%。不過現時跨文化嘅宣教士咧，全球接近大約45萬個宣教士。不過呢45萬嘅宣教士裏邊咧，得3% 嘅宣教士係差派去33億未得之民嘅當中有97% 已經差到去福音已經到達嘅地方。當大家面對呢啲數字或者聽到呢啲數字嘅時候，唔知大家個心諗緊啲乜嘢呢？當我睇到嘅時候咧，讓我諗起耶穌曾經講嘅一句説話：要收嘅莊稼多，做工的人少，所以你們當求莊稼的主打發工人出去收他的莊稼。弟兄姊妹，今日假如上帝呼召你去收佢嘅莊稼，你願唔願意出去呢？可能你會諗，我都唔得㗎，我都唔係啲咩有能力嘅人，又或者我各方面無論年齡啦等等啦，都有好多限制。但係大家諗一諗，頭先記唔記得昔日神呼召亞伯拉罕嘅時候，亞伯拉罕幾多歲啊？75歲。喺人裏邊都覺得都做唔到啲乜㗎啦。
而事實其實當陣時亞伯拉罕都唔係有啲咩特別嘅才能喎，但係上帝就係咁樣呼召佢。但係我哋見到當亞伯拉罕去願意去信服回應神嘅呼召嘅時候，佢整個嘅人生由75歲之後，佢整個人生有好唔一樣嘅經歷，而且佢嘅生命更成為其他人嘅祝福，成為延福嘅使者。弟兄姊妹，延福萬族嘅使命，其實我哋見到由創世記聖經第一卷書裏邊已經開始講，神已經將列邦列國萬族萬民藏喺佢嘅心裏邊。上帝要使萬國得福，呢個係佢嘅心意。今日你同我願唔願意成為嗰個延福嘅使者呢？或許可能你都仲諗緊，神真係未呼召我，冇呼召我出去。不過當聖經話俾我哋知道，既然萬國得福係上帝嘅心意，係神俾我哋嘅使命嘅時候，係使命嚟㗎，唔係一個事工，唔係諗我哋有資源有時間先做，而係神俾我哋嘅使命嘅時候，今日你同我可以擺到幾多呢？儘管可能只係我哋嘅禱告，我哋為差傳禱告，為宣教士禱告，就正如昔日富能人嘅媽媽，其實佢冇出去㗎，不過佢喺背後嘅代禱支持緊前邊富能人嘅工作。又或者可能我哋微小嘅奉獻，可能都未必可以改變好多，但係原來喺神嘅計劃，延福萬族嘅計劃裏邊，呢一啲嘅擺上，無論你嘅禱告，無論你嘅奉獻，呢啲都係好重要嘅。所以當我哋今日我哋去讀呢段經文嘅時候，盼望上帝嘅話都去勉勵我哋，讓我哋今日都成為嗰個延福嘅管道，成為延福嘅使者，讓我哋嘅生命成為別人嘅祝福，讓更加多人可以認識到神，可以經歷到神嘅愛，實踐呢個延福萬族嘅使命。我哋一同有個祈禱啊！差主，你係嗰位宣教嘅主，你係嗰位差傳嘅主，你更加係嗰位呼召人嘅主。主啊，當我哋去讀昔日神你呼召亞伯拉罕去離開佢嘅本族本地父家嘅時候，上帝你要佢成為嗰個嘅祝福啊！你讓佢咧真係讓你嘅祝福咧可以延到萬代裏邊。求主你俾我哋弟兄姊妹啊，同樣嘅有呢份嘅異象，我哋睇得見，即係使萬民作你嘅門徒嘅時候，呢個係上帝你自己嘅心意嚟嘅。求你俾我哋學習點樣咧去可以為着宣教嘅事工，為着差傳嘅事工，為着傳福音嘅事，我哋去擺上。或許係我哋嘅祈禱，或許係我哋嘅奉獻，甚或當上帝你呼召我哋真係要去作你嘅工人，收你嘅莊稼嘅時候，願意我哋有嗰份信服嘅心，因為我哋知道使萬國得福係上帝你嘅心意。盼望真係我哋去學習，真係昔日亞伯拉罕所作嘅，讓我哋好叫呢個世界知道你嘅道路，萬國得知你嘅救恩。願意我哋都係成為延福嘅使者，願意你嘅話都擺喺我哋嘅心裏邊，激勵我哋。再一次多謝你聽我哋嘅祈禱，奉主耶穌基督名字祈求，阿門。